亲爱的家长您好，今天是开心的全员族语日，我们和小朋友学习了以下的语词句型，请您和孩子一边听着录音档，一边跟着念哦，谢谢您。今日语词与句型，阿里，阿里，走吧。扎沙，扎沙，扎沙，外面。扎沙维，扎沙维，走出去。加拉瓦子，加拉瓦子，走动。伊瓦拉，伊瓦拉，探访踏查。阿里维基，阿里维伊，我们走。对话。阿里维伊，维伊亚穆达，维伊亚扎萨阿加拉瓦兹。我们去吧。去做什么？出去走一走。阿里维基，维基亚格穆达，维基亚扎萨瓦加拉瓦兹。我们去吧。去做什么？出去走一走。